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5年11月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点石成金。什么叫点石成金呢？化腐朽为神奇啊！假如你准备花300块钱请人把你们家收拾一下，结果收拾完之后人家说垃圾我要带走，我给你付900块钱。真的有这样的好事吗？你会不会以为是遇到了骗子？这还真不是骗局啊！最近这个事情就在黑龙江上演。前几天齐齐哈尔的一条新闻让众人眼前一亮。齐齐哈尔伊安县上游水库和越境水库水底沉积的1100万立方米淤泥，以8.39亿元的天价被人拍走了20年的处置权。你没看错8个多亿买了一堆烂泥。这个一般的水库里面的淤泥是这个当地水务部门最头疼的问题，要清淤如果不清淤的话，会影响水库质量和水库的这个容量，清淤得花大价钱。结果这个齐齐哈尔市这个水务部门很厉害，清淤不仅不花钱，淤泥还卖出了天价，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大家看一段视频。今天下午，在黑龙江省自然和生态资源交易中心，一直需要花大价钱清理的水库淤泥拍出了8个亿的高价，创造了全国水库淤积物交易的最高纪录。您好，贵单位参与竞买的齐齐哈尔市水库淤积物处置项目已成交，请于5个工作日内。这次拍卖交易的是齐齐哈尔市伊安县上游水库和越境水库20年的淤积物处置权，成交金额为8.39亿元。一直以来，这些水库淤泥是当地水务部门最大的一块心病。你看水面非常浅，淤泥非常厚，水面以下也就1-2米深了，蓄水量远不如从前，这个水库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总量超过1100万立方米的淤泥，让这2座水库抵御洪水和灌溉保障功能明显削弱，存在安全隐患。清1立方米的淤泥的成本将近30块钱，1000万立方米的淤泥清淤成本就得高达几个亿。而且清上来的淤泥还要面临着场地堆放的问题，所以说水库清淤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让老大难不再难的转机，得益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2021年，我国出台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黑龙江作为生态大省和河湖大省，率先研究制定推动河湖库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办法。对全省2881条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253个水面面积1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791座注册登记水库进行全面梳理。今年又出台了关于在幸福河湖建设中拓展河湖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实施意见，解决了河库生态产品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的问题，进一步拓展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今年8月22号，黑龙江省铁力市东方红水库的淤泥拍出6000多万元，成为全国首例以生态环境开发为导向，让水库淤积物实现资源化利用的创新实践。齐齐哈尔市紧随其后，完成了这笔全国最大额度的水库淤积物交易。政府先是科学量测筛一筛，让大家知道淤积物成分到底是什么，价值有多少，为社会资本研判市场前景提供数据支撑。我们还协调金融机构，贷款额度最高可达9亿元，贷款期限最长可达20年。由于位于东北黑土区，这些淤泥中富含氮、磷、钾及有机质等有益成分，是生产有机肥的上好原料。水库淤积物的拍卖吸引了多家企业的目光。我们觉得花8个亿还是很值的，在我们眼里它可能是个金矿。我们打算在这个附近建厂，就地生产。这么大的这个存储量至少能保证我们10几年的原材料供应，每年的产值至少能达到1个亿。此项创造性交易算出了3笔收益账。第一笔解决了淤积难题，水库恢复生态保护功能；第二笔解决了资金难题，财政不用拨款，反而有了收入，能够反哺更多生态领域；第三笔解决了处理难题，变废为宝。这为全国河湖库生态治理与绿色产业发展协同推进提供了龙江样板。
谁说投资不过山海关？这个黑龙江人的这个想象能力那还是不错的，执行力也很强啊。实际上这不是黑龙江第一次点泥成金啊，这更看上去更像是黑龙江省的某一种这个既定的做法要推行下去。为什么呢？2个月前铁力市东方红水库145万方的淤泥拍出了6000多万，而且引发当地媒体的一片欢腾啊，称之为全国首例开创了龙江方案。这个145万方的淤泥卖出6000万，大概每立方是42块钱。我感觉这个黑龙江省有关部门觉得意犹未尽，胆子还是小了一点，对吧？步子还是慢了一点。所以这次齐齐哈尔这个拍卖单价直接飙到了76块钱一立方，差不多就是快翻了1倍了，还是卖便宜了。看来这淤泥也分3六9等呢，同样都是黑龙江的，有的地方泥巴贵，有的地方泥巴就是便宜。这个齐齐哈尔的泥有机物质的含量更高，肥力更足。新闻也说了对吧？这些淤泥富含氮、磷、钾，还有7、8种有机物是生产有机肥的上好原料。不能否认这个黑土地对吧？它的淤泥富含这个有机物，但是这笔生意真的正常吗？有媒体报道这个铁力市那个东方红水库淤泥卖出去之后中标企业拿着未来5年的收益权去银行做质押，然后这个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批复4500万元的绿色贷款授信。农发行大家知道是政策银行，它还不是商业银行。我怎么看好像这个账哪儿就有猫腻呢？泥巴重要吗？泥巴只是一个中介，只是包装出来一个物质，重要的是农发行的4500万。如果这个中标企业它是政府的左口袋，那不就是政府的右口袋对吧？从那个左口袋掏了6000万，左口袋又去农发行去掏了4500万，是不是这么个账？按照这个铁力市东方红水库的这个玩法，按照这个剧本呢，那拍下8.39亿淤泥的公司转手就能从银行贷出6个亿现金差不多嘛。这次如果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那说不定能贷出8个亿、9个亿这保不齐对吧？找个评估公司再评估一下，把它往高里评。这个简直就是新时代的炼金术左手是资产，右手是资本，这中间的淤泥只是个媒介中介这是泥巴还是矿石还是假的黄金，这都不重要了吗？这个非常蹊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齐齐哈尔这个宜安县的这个水库中标企业叫齐齐哈尔泽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那这个公司有这么有实力是参加竞拍的8.39亿元是拍卖，不是指定卖给他，是拍卖买到的。那这家公司是干什么的呢？是一家国有独资企业，注册资本2.7亿，成立时间是今年10月10日，给人感觉好像就是为了这个拍卖成立的，手拿把掐，他就能把这个淤泥的处置权拿到手。那有网友就说了，那万一有的企业跑过去竞争怎么办呢？那你不是正中下怀吗？那你9个亿买走对吧？比如说马化腾、马云，你们有钱你喜欢，那来买你交9个亿，人家这个齐齐哈尔泽源环保再交9.5个亿，对吧？你交9.6个亿，人家交10个亿，这个就像那个赵本山那个卖拐是一样的你真要是民营资本给他买走了，那这个才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才叫真正的资产。最终接盘的是他们刚成立不久的国有独资企业。对政府来说这个淤泥卖的越贵越好，所以希望大家都去竞争竞拍嘛。后面的故事大概跟那个铁力市东方红水库差不多，由银行来买单。银行买单什么意思银行买单就是大头买单。这个视频里也讲了这个企业负责人在那说说这么多淤泥可以供应他10几年的生产。好，每年产值上亿元，也就是它整个的产值只有10几个亿，产值它能赚多少呢？他买这个淤泥就花了8.39亿，产值在10几个亿，给他多算一点20亿。那你说他生产还要电、水、人工成本、产地、设备，这个企业赚钱吗？显然这个企业他连这个账还没算圆呢。你花8.39亿把这东西买回去，10几年才能把它消化掉，然后变成20亿，那你说这企业赚钱吗？这个稍微有点经济头脑都知道，他根本赚不了钱的，是赔钱的。就按他乐观的算这个账都是赔钱的。那他为什么要去接这个呢？为了挖这个淤泥，为了生产，你还投入多少钱，对吧？这个8.9亿一次付了，那利息是多少？他还贷款的。所以点泥
泥成金啊，无非是地方政府的一个金融游戏啊。本来地方政府啊是要花30块钱1立方清这个淤泥，现在不仅这30块钱不用花，一方淤泥还能赚70，你看看来回这就是100块呀一方啊。实际上啊，这还真不是黑龙江的首创，你要说是黑龙江人发明的，这个有点冤枉他了。什么龙江模式，那也是高看他了。去年大家还记得吧？我的印象很深刻啊，山东有个地方把他的低空经济经营权卖了几个亿，有个县我还做过节目，我印象比较深刻，名字忘了。这个是一个道理啊，只不过它的叫低空经济经营权，这黑龙江这个叫淤泥处置权，就问你服不服？我记得还是山东吧，有个地方是把河道的那个不是淤泥了，这回是河道里面那个鹅卵石那些石头啊，拍卖必须有这个国企中标，完了国企中标这个国企也不去挖，把这个再往下卖给那民营企业，最后导致纠纷，对吧？民营企业发现自己赔了，花了这个多少万几千万去买那个石头根本不值钱。我在想啊，这个黑龙江的这个铁力士这个水库啊，还有这个齐齐哈尔的这个水库，最终中标企业啊，他会怎么处理这个泥呢？作为国企是不可能干这脏活的，干不了。他真的是搞厂吗？买设备、贷款、建厂，完了这个生产，把泥拿去处理，想多了。他们一定会分包的，把那个泥啊再分成小块，对吧？给那些民营企业。他8.9亿拍来的，如果1个多亿对付出去也行，2个亿对付出去也行，由民营企业去生产。至于他8.9亿的这个窟窿谁来填，民营企业能填多少是多少，最后的窟窿啊，那就大头一起买单，给你来个破产。这个地方政府生财有道啊，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淤泥它是有一定价值的啊，但是它这个价值能不能达到8.39亿，或者说超过这个，对吧？无利不起早啊，市场经济呢就要赚钱呢。大家还记得最近啊，湖北省还有安徽还有很多地方在搞这个3资3化呀改革，实际上黑龙江这个水库啊，齐齐哈尔水库就是3资3化里面的一部分。我在以前节目说了啊，这个3资3化最后需要这个湖市的金融消费者来帮忙来出把力，这我想的还是太远了啊，这地方政府根本就等不及啊，因为你要上市的话，那中间还得3年5年的，你看这个都短平快，因为急着要钱用啊。所以说现在你看啊，地方政府缺钱缺到什么程度？这个说白了啊，就是你凭空制造一个概念，让各方认可，完了这个把这个压到银行，还是套取银行的资金，最终对吧形成大窟窿，那有大头买单。无论是低空经济还是淤泥的处置权，对吧？这些东西都是个中介，你把它吹大。我记得好像那个山东那个低空经济被叫停了吧？你要都这么玩，那有的地方政府就开始把空气开始卖了，压给银行，会这么玩的啊？把本县所有的空气压给银行100个亿，从银行贷款先花嘛。过去啊，很多地方政府在路边，对吧？把那个停车位这个经营权给包出去，一包90年、100年，把那个景区，对吧？搞个围墙给它一围，然后再把它经营权给它包出去。那个四川乐山大佛嘛，也是啊，就是地方政府把这个东西啊，把这经营权包个90年，卖个90年啊，这个已经被大家诟病，对吧？那你要跟这个点泥成金这个比起来，还是嫩了一点，因为那个好歹你看一个是停车嘛，这个马路边这个停车的这个经营权啊，这个账你是能算过来的，对吧？1个小时多少钱，对吧？这个乐山大佛啊，这个景区你也能算出来，一年大概多少人来看，对吧？一个人门票多少，这个泥巴多少钱谁知道啊？这低空经营权值多少钱谁知道啊？空气值多少钱谁知道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啊，3资3化，资产资金资源，3化是什么？这个资产化、证券化、杠杆化。如果都像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这么干，那最终谁来买单呢？不能不说啊，这个黑龙江是很有想象力的，你感觉没用在正道上呢。实际上这个点泥成金啊，这个资本魔术啊，更是一次3资3化改革浪潮下的典型样本，是在失去了土地财政支撑下的啊，地方政府没有办法，真的是变不出钱了。但是那么多人的工资要发，还要保民生，各种开支都是刚性的。最近关于黑吉辽的这个梗人也特别多，对吧？关于黑吉辽的这个新闻也非常多。这个说出生率最低的3个省份黑吉辽，死亡率最高的3个省份黑吉辽，那你说这还有的混？这个人口流失率最高的呢，好像也是黑吉辽。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出生的人新生儿少，死亡的人多，那你黑龙江人口本来就在下降很快，全国
第一，对吧？结果你外流的人口外流还多，那你说留在黑龙江本地的人才多少？越来越少啊。那你说那经济好得了吗？房子卖给谁呢？光靠那个哈尔滨那个冰雪大世界，冰雪经济有什么用呢？离婚率最高的也是黑吉辽，不过这回改成叫吉黑辽，吉林排第一，要不然这个全是黑龙江第一不合适啊。这个黑吉辽3个省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为负，人口外流与结构老化问题严峻，所以东北的这个经济啊，确实振兴东北喊了10几年，这个越振啊，东北好像越不行啊，所以这个点泥成金也是迫于无奈啊。但是全国各个地方，对吧，各有各的困难，所以这个三资三化将会以什么样的这个叫百花齐放吧，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卖泥巴，我卖低空经济，他卖空气，那应该有地方会卖水，污水也可以变废为宝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经常聊房地产，聊万科，这个万科他有一个好爸爸，深圳地铁给他钱援助他，但是万科自己的财产有限，也就是他借款的能力有限，因为这个金融机构借钱啊，谁借钱都要抵押，不可能凭空给你借钱，这个大家都懂吧？就是借款一定有抵押质押，就你有相应的资产，银行才能给你放钱。这个深圳地铁也要求万科啊给他抵押，对吧？无论是股权质押还是这个资产抵押，对吧？房子抵押，你得有东西，不能凭空给你放钱。那万科现在要想渡过难关，它最大的困难瓶颈是什么？对吧？它的资产就那么多，它自己不能变出资产出来。如果万科有这个点泥成金的功夫，那万科啊得救了，没问题啊。所以地方政府啊，本来每一个地方的山川，对吧？矿产资源，这个资产是有数的，你有多少地，多少耕地，多少林地，对吧？你的也有什么矿产，这个在账本上都是明明白白。哎，结果人家凭空啊把泥巴变成了8.39个亿，那个泥巴可以说没在这个黑龙江省啊齐齐哈尔市的那个资产那个报表里的，那这个就相当于是他凭空啊来了个意外之财。对，就像那个低空经济，对吧？那个低空经济到底值多少钱，它不在这个地方政府那个报表里面，哎，人家突然找一块出来，你说这谁吃得了啊？石头卖出天价，白菜卖出肉价。最终谁来买单呢？表面看啊，好像看不出受害者，你看不出受害者，那就是全民买单，就这么简单，对吧？这场游戏啊，看似无本万利，但细究之下，最终的买单者悄然浮现，财政风险转嫁给了未来。8.39亿元的成交价，并非真实市场定价，而是人为构造的资产价值。若未来收益无法兑现，银行坏账风险上升，一旦融资失败或者项目停滞，地方政府仍需兜底，变相增加隐性债务。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啊 ，A 股的上市公司有好几家，什么生产钾肥的，什么生产化肥的，很多啊。如果黑龙江地方政府有这个上市企业，这个时候我认为啊，他聪明的做法，那就是由这个上市公司啊收购这个中标企业齐齐哈尔泽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的100%股权，对吧？这个黑龙江的上市公司啊，在沪市来个增发个80亿，对吧？这个10个亿是用来收购啊齐齐哈尔泽源环保的这个100%股权，另外这个70亿啊是用来提供流动资金、生产设备，对吧？要把这个泥巴啊里面提炼出稀土出来，对吧？或者把这泥巴要提炼出这个芯片，或者把这泥巴要提炼出这个算力啊，还得讲个故事，最终啊让金融消费者来买单，这是比较好的，不能让大头买单呢。大头买单就是我们买单呢。如今啊，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债务高企，三资三化成了新的突破口，把沉睡的资源变成流动的资本。于是啊，水库淤泥、山林泉、数据资源，甚至城市的灯光，都成了可以估值、交易、融资的资产。我刚才说了嘛，空气嘛，对吧？所以说这个从黑龙江的这2起啊，淤泥点石成金、点泥成金啊，加上什么去年的这个低空经济啊，山东的啊，我记得江西好像哪个水库也是吧，经营权拍卖，结果一个刚成立3天的公司给他拍了。所以这里面啊，反映出什么问题呢？一个是地方政府这个财政啊难以为继，对吧？还是土地财政面临枯竭啊，没有办法，缺钱，说俗一点。第二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即将轰轰烈烈展开的三资三化恐怕又要走样了，又要变成想法是好的，初衷是好的，最后是一地鸡毛啊。这个三资三化中会遇现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资产虚高定价，淤泥单价远超市场价值，刚成的国企立即承担巨额交易，缺乏真实经营能力，缺乏市场定价，融资导向压倒产业导向，资产真正的变成一个融资的工具。实际上啊，再说俗一点，这是地方政府借三资三化套取银行资金的一个把戏。值得警惕的是，
这种模式正在被各地争相模仿。云南普洱已将黑龙江案例列为他山之石，安徽、吉林等地也在推进类似改革。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的水库淤泥、河道砂石、城市数据天价拍卖。一旦形成路径依赖，地方财政将越来越依赖资产魔术，而非真实经济增长。把资产化等同于卖钱，把融资当成创收，把国企操作当成市场化。我想起来了啊，是山东还是河北那个把那个河道里面那个砂石啊天价拍卖，他是设了一个局卖给国企，国企再卖给民营企业。但是他卖给民营企业的时候，明显的啊，他讲了个故事，说这个高速公路对吧，哪个路段是通过他们省的，这个砂石可以进那个高速公路。民营企业一听这个账说的明明白白，这个利润大啊，结果民营企业把那个签了合同是吧，签几年把那个砂石给包下来了，结果送到那个高速公路人不要，不合格，然后变成打官司。我因为这个我做过节目，我有印象，玩得好啊。一旦形成路径依赖，地方财政将越来越依赖资产魔术，而非真实的经济增长。把资产化等同于卖钱，把融资当成创收，把国企操作当作市场化。实际上说1000道1万，就是谁来买这个单，银行买单那就是大头买单，大头买单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买，要么就是民营企业买单，民营企业呢就是私人老板买单。你这个骗局啊，这个游戏你如果让个人买单，让私人老板买单，那咱也说不了什么，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市场化，最后就是纠纷，无非就是民营企业告状打官司。如果是大头买单，银行买单，那就相当于地方政府掏空大头，狂欢之后谁来收拾残局？齐齐哈尔的淤泥拍卖像一场盛大的地方财政行为艺术，台上锣鼓喧天，台下掌声雷动，国企豪掷8亿，银行迅速放贷，政府喜提赈济。齐齐哈尔啊，黑龙江地方政府赶紧想办法找关系，到村里面多去拜码头啊，看看能不能让哪个上市公司给他收购了，再讲一个算力、半导体、人工智能的故事，然后把这个由这个金融消费者来买单。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